歡迎收睇家詞台，擴闊國際視野，深度剖析時事。我係進而大魚。美國白宮3月24號證實，美國總統特朗普內閣高層，包括副總統、防長、國務卿同埋國家情報嘅總監等等人士利用聊天程式 Signal 討論美軍打擊也門胡塞武裝嘅秘密軍事行動嘅時候，就竟然無意中將呢一個嘅大西洋雜誌嘅編輯哥德堡拉入咗群組。今集我哋講美國群聊泄密。首先等我介紹今集嘅嘉賓先。菲律賓聖母大學客座教授鄭國軍博士。大家好，我係鄭國軍。資深傳媒人黃善勇先生。大家好，我係黃善勇。喺節目開始之前，提大家記得訂閱家詞台，留言、讚好同分享俾你朋友知道。另外，今次嘅泄密事件都引起咗唔少嘅關注啦。其實美國以往有冇出現過類似嘅情況？今次咧，呢個美國嘅所有呢個華府嘅高層咧，搞咗個 Signal 嘅群組咧，涉秘嘅事件，我覺得淨係應驗咗中國一句古話，叫做上得山多終遇虎。其實咧，美國人咧竊聽係全世界出晒名㗎啦，即係包括以前嘅德國總理默克爾啊，其他以前所謂美國嘅盟友咧，好多都投訴佢個手機係俾美國監聽嘅。咁啊，據呢個月25號咧，中國網絡安全產業聯盟發布嘅一份叫做《美國情報機構針對全球移動智能終端實施嘅監聽泄密活動報告》，就披露咗美國咧對全球移動智能，即係我哋俗稱嘅手機啦，同埋移動供應鏈、產業鏈同埋運營商，即係包括我哋譬如話 call 車啊嗰啲軟件咧等等，都進行咗網絡嘅攻擊同埋監聽同埋泄密嘅活動。所以中國外交部亦都就此咧，亦都做出一個譴責啦，覺得美國咧對呢啲全世界嘅監控咧，尤其係網絡咧係無孔不入嘅，而且係非常之大規模嘅。但係美國咧反而將呢件事屈成中國，即係其實呢件事好簡單，就係美國佢自己嘅高層嘅說法嚟嘅。咁呢單嘢說法係其實都好離奇嘅，可以咁講。因為你呢個名詞叫做胡塞 PC 小組啦，咁啊呢個小組入邊嘅人物咧，可以話係白宮所有嘅高層都喺入邊嘅，包括啲咩咧？包括副總統曼斯、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國務卿盧比奧、財長貝森特、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同埋下低嗰啲中情局局長啊、美國參聯會會長啊、白宮辦公廳主任啊等等等等，全部都喺入邊嘅。更加離奇就係今次將呢個大西洋雜誌總編輯拉入呢個群組嘅，竟然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沃爾茲。所以可見咧，美國已經係到咗一個階段，我可以咁講咧，就係話有少少咧，尤其係呢個特朗普上台之後咧，佢係隨心所欲，用人咧佢又我自己中意嘅。總之係第一，你識拍馬屁最緊要嘅。所以其實咧，而家整個美國嘅政壇，尤其係特朗普身邊嘅人咧，最緊要你識拍馬屁。所以咧，佢哋有句説話咧，就係話你任何講説話，第一句就話我哋偉大的總統呢個特朗普。所以變成咧，其實唔好話其他國家嘅人成日都話東方國家人好中意拍馬屁，其實西方拍馬屁仲勁過東方啲人。但係姑勿論點好咧，今次嘅事件咧，我就覺得咧，其實係美國咧所有呢一系列咧監聽監得人哋多咧，其實自己都出咗啲紕漏。尤其咧，其實呢單嘢唔係第一單嚟嘅。我記得咧，以前民主黨執政嗰陣時咧，都曾經發生過電郵門事件啦。大家知道呢個希拉里嘅電郵門事件，將私人電郵傾咗好多啲美國國家重要嘅，包括要將台灣同大陸進行呢個交易，用一個台灣同大陸交換啲美國嘅國債嚟抵呢個台灣，將中國大陸可以收翻台灣等等，即係可以話見不得人嘅私底交台底交易都可以暴露得出嚟。所以咧，講到咁多咧，我哋都覺得咧，美國尤其係呢一屆嘅美國總統咧，已經做到咧有啲亂，冇話啲亂，即係其實可以咁講係非常之唔專業嘅。一旦發生事咧，就周圍賴，陣間又賴中國啊，陣間又賴嗰啲對手啊，話呢個大西洋呢個總編輯、大西洋雜誌總編輯呢個人係民主黨嘅，但係專登嚟呢度搞亂嘅等等。但係咧，明眼人都知道，其實錯就錯嘅，你點樣任都任唔甩嘅。
謝博士啊，咁點解呢一啲美國嘅高層咧會選擇喺呢啲聊天程式上面，今次呢個 Signal 啦，去傾呢一啲國家大事啊？其實剛才勇哥都講啦，即係美國而家嗰班官員係的，而且確好唔專業，連個總統都唔多專業嘅。即係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去睇嘅話咧，其實會見到美國現時咧嗱，大家有印象咧，就阿 Elon Musk 即係馬斯克咧，炒咗好多，即係唔單止係 CIA、FBI，我相信佢好多人都炒咗嘅。咁唔知大家有冇懷疑，即係阿馬斯克點炒人啊？嚇，佢炒人嘅方法好得意嘅，佢唔係話呢個人有冇用佢就炒，而係佢我要炒呢一個數目嘅人手。或者我要慳呢一嚿數目嘅錢，咁就呢堆全部同我炒晒佢，佢完全唔理入邊做緊啲乜。其實即係我相信呢樣嘢咧，就係去到政治，特別係即係你講緊白宮最高層去一啲決策嘅嘢咧，問心嗰句啊，根本就係唔應該用呢啲手機嘅呢啲軟件嘅。但係竟然好似冇人同我哋講咁喎，即係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係真係要講呢啲嘢嘅話，睇怕應該係一啲白紙黑字送到你台面嗰隻嚟嘅，閂埋門先睇，又或者係即係如果大家睇得多啲資料，都係發覺佢哋可能係一個秘密會議嘅地方啦、密室啦嚇，所有人去到嗰啲都知係邊個啦，係真係望到樣嘅。即係你試想想啊，你喺手機度望到嗰個人，譬如我哋有個群組咁寫住勇哥咁，萬一嗰個唔係勇哥咧，萬一嗰個唔係大魚咧，其實你睇唔到背後邊個嘅喎，但係佢哋竟然好似唔懷疑呢件事會發生啊！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嘢，其實照正係唔應該係去到呢種級數咯。即係你話我哋平時做節目傾下偈咁冇所謂啦，係咪？但係佢哋唔係喎，講緊國家大事，但係竟然都相信呢一個即係 WhatsApp，或者相信呢一啲今次呢個係 Signal 啦，唔係 WhatsApp 啦。但係其實基本上係不可能發生嘅事嚟嘅。我相信有責任嘅國家，或者係即係負責任嘅國家、負責任嘅人手都好啦，佢都會發覺呢樣嘢係真係不要得。唔好話用一個咁嘅軟件啦，就連有錄音等等都死啦。其實根本就冇可能嘅。嗰個地方係應該係好銅牆鐵壁，諸如此類去討論呢啲嘢。坐齊人喺度就閂埋門就開。即係我相信呢樣嘢係美國真係國勢跌得好緊要。其中一樣嘢就係連我哋成日有個説話，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嘛，其實而家正有啲咁嘅情況，佢炒咁多人手咧，其實有好多本應該做嘅一啲簡單嘅，你以為佢好似冇乜用嘅，但係實際上好保安嘅嘢，而家就冇晒啦嚇。即係大家試想想，我哋中國人都好多呢啲嘢噶啦，你試下去當鋪寫張紙啊，佢哋寫嘅方法啊、筆畫啊都唔同噶啦。咁點解佢哋唔用 Signal 咧？唔用 WhatsApp 咧？點解唔用電子嘢咧？其實唔係冇原因嘅呢個世界，所以呢個係即係你覺得呢一個國家，甚至乎由佢個總統開始都係呢個問題。咁亦都見到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我哋成日都有個好難嘅地方咧，就係同啲後生嘅佢哋講，美國成日講大話嘅。咁佢哋話美國有咩大話講過啊？好似幾好咁喎。今次國防部長咧，其實喺記者會度係有走出嚟講呢單説話嘅。咁佢仲反轟翻啲記者咧，即係話唔係喎，唔關事嘅喎。嗰個即係大西洋月刊嘅嗰個人自己走入嚟啊，諸如此類，唔係佢哋。其實講真冇可能啦，即係其實係已經係一個好鐵一般的事實㗎啦。你話係咪有人真係自己走入去咧？其實如果咁容易走入去嘅，個 software 本身個軟件本身都好有問題。所以今次你係見到成件事擺到係好確實喺面前，而佢真係擘大眼講大話，係好容易去解釋到嘅。即係原來呢一班人係咁樣。講真咧，美國其實咁多年嚟，佢有好多嘢都係掩飾得好靚，包裝得好好。但係喺呢一屆，即係特朗普做第二屆總統咧，其實已經係開始真係甩甩漏漏出晒嚟㗎啦。大家見到好多真章，原來佢係咁做嘢嘅。如果頭先鄭博士提到咧，一般就唔會喺Signal上面去傾呢啲嘢啦。咁如果一定要傾嘅話，咁應該要做啲咩措施咧？今次嗰個群組設備事件咧，其實咧就衍生咗幾個問題啦，就比較引人注意啦。首先係呢個 Signal 呢個通訊軟件咧，同 WhatsApp 其實係同一個發明人發明嘅。咁啊，我記得咧喺黑暴期間咧，好多呢個黃人咧都唔用 WhatsApp 嘅，話 WhatsApp 唔安全嘅，就用呢個 Signal 嘅，就紛紛喺度裝架 Signal，大家好惆悵。咁我心諗，其實咧你裝咩都冇用嘅。其實呢個世界咧，喺呢個電腦嘅世界咧，其實就好似呢個之前咧走咗去呢個俄羅斯嘅美國中央情報局嘅呢個僱員咧，斯諾登所講啦。其實美國係監控緊全世界嘅，即係其實好多人咧喺美國人面前咧，好似除晒衫咁啊，都望到你一乾二淨嘅。咁而且咧，佢美國嘅監控到咩程度咧？就算呢個電視機熄咗咧，佢都可以監控到你㗎，因為你有即係遙控裝置啊。所以佢同你傾偈傾緊密偈，一定係將
嗰個手機嘅電池拆咗，而且將個手機擺喺個冰架入邊嘅，先至夠膽傾啲私密嘢嚟嘅。咁啊講到呢單嘢咧，其實都有個我自己係個陰謀論啦，分鐘係故意都唔定嘅。點解咧？即係可能咧，你講美國呢一紮人咧，特朗普嘅團隊或者相關人，因為嗰個羣組咧已經係不斷擴大緊啲人嘅，有啲人嘅專登將呢件事泄漏咗出去，或者係專登咧睇佢點死，睇到一定程度咧先至將呢件事爆出嚟。所以我覺得咧，呢啲係唔係故意嘅咧？我諗都有少少係俾人裝咗彈弓都唔定嘅。咁啊，當然咧，美國佢即係咁多嘅官員或者咁多柴仔之中咧，其實今次有一個人咧就獨排眾議嘅，就係呢個國務卿盧比奧啊，竟然跳出嚟講話呢個係一個非常大嘅問題，即係難辭其咎嘅錯誤。咁我諗咧，盧比奧咧出嚟講呢句説話，我諗佢到佢已經俾人辭退，我諗係不遠㗎啦。因為最近咧，據講咧，佢喺呢個整個特朗普團隊咧，其實發聲嘅機會都好少嘅，因為其實基本上個鋒芒係比唔好話馬斯克啦，比其他近咯。就算馬斯克最近都係低調咗㗎嚇，咁可能同其他原因有關，我哋陣間都可以再分析嘅。咁第三個咧就係特朗普咧，今次咧竟然咧出嚟咧就話冇事㗎，呢件事係好小事啫嚇，即係出嚟講幫呢個國家安全呢個顧問咧講説話。咁啊據講咧，美國嘅政界人士就話咧，呢個國家安全顧問咧係都係擦鞋仔嚟嘅，除咗馬斯克之後，佢係第二擦鞋仔嚟嘅，即係擦到呢個特朗普好開心嘅。所以你就算犯咩錯誤咧，即係就算殺頭嘅錯誤都冇事㗎啊！所以咧就令到咧呢個美國政壇即係好似萬花筒咁啊，睇到五顏六色，睇到我哋頭都暈埋，都唔知邊啲係啱，邊啲唔啱。總之特朗普覺得舒服，覺得好就係好嘅。我都想講一講咧，最近咧白宮嘅網站同埋美國國務院嘅網站咧，竟然咧成為呢個特朗普贏學。咩叫贏學？即係贏乜都要贏。中情至上，馬屁至上，全部咧成版洗版咧，全部都係歌功頌德，講緊呢個特朗普英明神武嚇。即係佢舉個例子咧，2月14號咧，美國呢個白宮嘅官網就寫住個標題叫做咩？在同納德特朗普總統嘅領導之下咧，我哋係從朝頭早係贏到夜晚，都係喺度贏緊。即係我見呢啲係好淺白，可能多問英文好啲。即係根本上咧，即係睇完之後，我哋都覺得唔知發生咩事嘅。謝博士啊，今次嘅事件咧，對於美國政府會有啲咩影響？即係其實今次呢單烏龍新聞咧，唔知大家有冇嗰種感覺？即係細個嗰陣時咧，有冇睇過啲咩蒙面超人嗰類嘢咧？其實今次似咩咧？呢一個咁嘅群聊嘅內容曝光之後咧，完全有嗰種感覺，就係覺得特朗普咧就係嗰個大壞蛋啦，背後嗰個啦。然之後下邊就有一紮咧嗰啲叫做咩咧？二打六啊，或者係嗰啲即係蝦兵蟹將啊，喺度話我一定得，我一定得，諸如此類嗰類嘢，但係又冇一個得咁嗰隻。不過有樣嘢咧係想留意一下嘅，就係嗱呢一堆蝦兵蟹將入邊咧，多數會有一個半個咧就係叫做誓死效忠噶嘛。其實今次你見到嗰個相對似誓死效忠嗰個咧係阿曼斯嚟嘅，咁另外一個咧就即係睇怕就嚟俾人炒嘅就係剛才勇哥都講盧比奧啦。其實曼斯佢係某程度上有少少唔同意，即係覺得我係咪要打啊嗰啲。咁其他啲人就唔係啊嘛，其他啲人嗰個取態咧就係基本上就係以即係情感為上，打咁打咗又好壞咧就唔理嘅。所以呢一班人咧，完全係俾我感覺，即係正如阿勇哥剛才都有講嘅，就係點解美國嘅嗰個玩法會係而家我哋由朝贏到晚？因為即係你睇下美國人咧，佢哋每次講親勝利呢兩個字咧，其實我好驚呢兩個字嘅，因為美國如果講勝利咧，即係話佢諗住衰。又或者呢樣嘢係即係喺美國人眼中，呢樣嘢冇得搞啊，做唔到啊，咁咧多數有個 plan to win， 即係我哋有個勝利的計劃，即係多數叫你去死嘅。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咧，以前即係二戰又好啦，多數每一次講親勝利的計劃咧，其實都係一啲揾人笨啦、搞唔掂啦，咁就會安過呢個名，然之後就用嗰種純粹係催眠嘅技巧咧，就催眠到大家覺得我哋贏啦，我哋贏啦，我哋贏啦。咁跟住實際上做啲咩就完全同贏係冇關嘅，即係美國好中意用呢種手法嘅。咁特朗普用呢種手法去做嘅話咧，其實亦都暗示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冇計嘅。佢下邊嗰堆就係一堆咁樣嘅蝦兵蟹將。呢堆蝦兵蟹將入邊有一個似醒少少嗰個咧，就係曼斯。曼斯其實到最後係點啊？喺嗰個即係嗰個群聊入邊，佢到最後都係我都係跟從大家意見，即係冇辦法啦。佢根本已經係去到點啊？
唔通我獨排眾議企出嚟話，其實你哋都唔啱嘅，我哋應該用下個腦啊，唔好一味就係純粹就係感情至上咁樣，就係美國好勁好勁，冇得頂，於是打人啦咁樣，即係完全係去到唔邏輯嘅，已經去到個位。咁當然啦，佢唔好唔記得嘅就係佢老闆其實都係咁樣感情至上噶嘛。佢背後嘅老闆之後講特朗普，可能仍然有其他嘅考慮，根本都唔係錢嘅問題。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嘅話，其實成個群聊，大家其實某程度上都會明啦。點解會係一個聊天室咧？咩叫聊天室咧？就講埋晒啲無謂嘢啊嘛。如果真係要講啲重要少少，都去會議室啦。但係佢竟然揀去個聊天室，咁之後佢講嗰啲嘢唔重要啦。的而且確真係唔重要咯，係冇乜 point 咯，所以變成一個笑料啊！今次即係咁當然啦，呢單笑料今次仲要牽涉埋歐洲，即係亦都連不嬲美國人，即係我唔知大家試過未啦，我就試過嘅，即係對住個美國人講，喂，你真係好虛偽，咁佢係突然間 O 咗嘴嘅，即係吓你踢爆我啊咁樣，係嗰種咁嘅反應嘅喎，佢係冇諗過你會咁樣正面同佢講，因為佢唔覺得嗰樣係一個問題啊嘛，佢覺得虛偽係啱噶嘛。咁我話俾你聽，喂唔係我哋中國人覺得呢樣虛偽喎，你真係好虛偽喎咁樣。不過佢哋唔覺，今次呢樣嘢正正就將呢樣嘢都出埋。平時佢對住歐洲都話我稱兄道弟啊，我哋點樣保護你啊。今次唔係，其實我哋好鬼憎佢嘅，即係連呢句説話都爆埋出嚟，連個底牌都穿埋出嚟。其實即係今次呢樣嘢係徹底令到好多人都見到嗱，美國你點樣包裝都好，今次一個聊天室，就將你最機密嘅嘢變成聊天咁樣，笑話一般地將你成個美國政府嗰個威嚴都完全係掃清掃光，真係。通常我哋用呢一啲嘅聊天程式咧，都係傾下八卦嘅啫。而美國咧就將生靈塗炭嘅事當成係八卦咁樣喺Signal上面傾。今集我哋講到呢度先，我哋下一集再見。